来看社会消息，有民众11下晡去台中和平爬东宝山，这落山的时阵想要捡地路，所有2个人掉伫咧山壁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厝内30公尺的山架受伤。消防局是一直到迄暗的8点外，才成功把人救落山。爬山民众掉伫咧山壁顶一丛树仔边，唔敢点动。搜救人员有所啊，先找较大的所在，慢慢挖滚等待救援的民众。11下到1点外，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共有3个去爬和平区东宝山的民众，落山时阵无顺利掉伫咧山壁，共有1个人脚受伤，消防队随赶去救人。位于东卯山4.7K 处山域事故，然后立即派遣和平分队，共3车7人前往救援。消防局讲，因2个查甫、2个查某4个人去爬高关7强之一的东宝山，这条路线算是中等难度，来回差不多16公里。但是因落山时阵想要找一条较近的路，结果煞行到唔知影路，掉伫咧山壁顶。其中1个人先家己落来，验估有一位69岁女山友无顺利爬落去30公尺的山壁。看到第一个滑下来之后，他们也不敢动，就趴在那边。3个待救啦，一个就是他已经就是在步道上面了啊，他脚是肿胀啊，就疑似骨折这样子。山坡那个很陡，大概离步道大概30-40公尺。受伤的山友敢若是正脚的骹肚零骨折，无法度行。搜救人员用派还有独轮车的方式解救落山。另外，掉伫咧山壁顶的2个人也用竹仔甲因粗杠到步道。暗时8点12分，将3个人送到登山口，受伤的人是送病治疗。消防局讲，爬山千万唔通行唔捌的近路，因为正容易就行入去拍落人行出来路，愈行就愈找无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